主后2024年2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重新立约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出来及记34章第1节到35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拍两块甲以前同款的石板，你以前摔破的石板顶面的话，我要搁写伫即两块石板顶面。明仔早起，你着准备好势，透早上西奈山，伫上悬的所在朝见我。毋通有人甲你做伙来，规座山毋通有人，山骹嘛毋通有牛群、羊群伫遐食草。摩西就拍两块甲以前同款的石板。摩西透早起来，照上主的吩咐，手提两块石板上西奈山。上主伫云中降临，甲摩西徛做伙，宣布上主的名。上主对摩西的面前经过，宣布讲：上主，上主，有仁慈恩典的上主，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。持守慈爱到千万代，赦免罪孽、过失甲罪过，一定袂甲有罪的判做无罪，要追究人的罪，对爸到囝到3、4代。摩西就随时趴落涂骹敬拜，讲：主啊，我若对你得到恩典，主啊，求你甲阮做伙行。阮是心硬固执的民族，求你赦免阮的罪孽甲罪过，接纳阮做你的子民。上主讲：呾，我要甲你立约，我要伫你全体人民的面前做奇妙的事，是伫天下万族的中间，还毋捌做过的。安尼，你周围的民族就要看见上主通过你所做的事是偌尔通敬畏。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，你着遵守。我要对你的面前赶出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甲亚布斯人。你着谨慎，毋通甲你要去迄个所在的子民立约，才免因诚做害恁的罗网。你着拆毁因的祭坛，讲碎因的石条上，撤掉因的阿舍拉女神的神像。毋通敬拜别个神明，因为上主是要求人专情服侍伊的上帝，无容忍有别个神明甲伊比拼。所以，你袂用得甲迄所在的子民立约，才免因服侍因的神明惊邪淫，献祭互因的神明的时，你受邀请就去食因的祭物。才免互你的后生带因的查某囝，伫因的查某囝服侍因的神明惊邪淫的时，引诱你的后生做伙服侍因的神明惊邪淫。你毋通为家己铸造神像。你着守除酵节，照我的命令，伫阿笔月所指定的日期，食无酵饼7日久。因为你伫阿笔月出埃及，所有头上生的拢是我的，无论是牛、羊，头上生的公的拢是我的。头上生的驴仔着用羊仔赎回，若无要赎回，就着讲断驴仔的颔棍。恁的大囝拢着赎回。你毋通空手来敬拜我。6日内着做工，第7日着休困。财政收割的时嘛着安尼。初熟的小麦收成的时，着守7七收割节，搁着伫
年尾收旷节。恁所有的查甫人，着一年3遍来敬拜至悬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我要对你的面前将外族人赶出去，扩展你的领土。你一年3遍来见上主你的上帝的时，一定无人会侵犯你的土地。毋通将生礼的血甲有价的物做伙献互我。搬过节的祭物嘛毋通留到过早起。土地头水上好的收成，着送到上主你的上帝的厝。毋通用山羊母的奶煮伊的囝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将这话写起来，因为我是照这话甲你以及以色列人立约。摩西甲上主伫遐40暝日，无食饭，无啉水。伊将即个约的话，就是10条诫，写伫迄2块石板。摩西落西奈山的时，手摕迄2块约板，因为上主有甲伊讲话，伊的面发光，毋过伊家己毋知。阿伦甲以色列众人看到摩西看咧，伊的面发光，因就真惊，毋敢倚近伊。摩西叫因来，阿伦甲会众的领袖则拢倒转去伊遐，摩西就甲因讲话。然后以色列众人拢进前活来，摩西就将上主伫西奈山对伊讲一切的话，拢吩咐因。摩西甲因讲话了后，就用被搭面。毋过摩西入去见上主，甲上主讲话的时，面被就褪起来。到伊出来就将上主所吩咐的，甲以色列人讲。以色列人看到摩西的面发光，摩西用被搭面，等候到伊入去甲上主讲话，才褪起来。重新立约。宣教师巴克勒伫12岁生日的时，写了一篇献身文来回应上帝的呼召，表明愿意将家己献互上帝，顺服伊的带领，活踮伊的旨意中。后来每当生日迄日，伊拢会甲即份献身文摕出来，搁再一遍签名，表明重新甲上帝立约。就算结婚后，巴克勒牧师犹原安尼做，甚至邀请牧师娘伊丽莎白做伙签名，表明夫妻斗阵献身的心志。直到伊过身，即份献身文顶面总共有69个签名。照着每年的签名，巴克勒牧师不断重新立志，互伊会当持守少年的时献身的感动，一生活踮上帝的旨意内面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每一遍的圣礼典，拢通讲是甲上帝重新立约。人的一生，单单需要一遍的洗礼，就会当得到主耶稣永远的救赎。不过因为人的软弱，常常毋顺服上帝的旨意，直到会一再犯罪。会记得，还伫实验院读册的时，甲礼拜学的马约翰牧师，捌伫课堂中准备一个面桶，内面放一寡新型的细项物件，互学生透过仪式回想洗礼的时的感动，搁再一遍立志跟对上帝。因为安尼，伫每一遍圣礼典中领受饼和杯的时，咱也通踮心中默祷、思想，
搁再甲上帝重新立约。出埃及记3、4章是金牛仔上事件了后，上帝甲以色列人民重新立约的故事。上帝吩咐摩西重新拍两块石板，搁将这两块石板带到西奈山顶。上帝叫摩西安尼做，是为着甲以色列人重新立约。这边相款是将10条诫写伫两块石板顶，毋过上帝特别针对以色列人进前所犯的错误，搁再一遍做提醒。上帝搁再一遍讲述遐个诫命，甲以色列人重新立约，因为伊是满有慈悲怜悯，袂轻易受气，阁有丰富的慈爱和信实的上帝。摩西随时拍摆伫地面敬拜讲：我是心硬固执的民族，求你赦免阮的罪孽甲罪过，接纳阮做你的子民。上帝即时回应：当我要甲你立约，我要伫你全体人民的面前做奇妙的事，是伫天下万族的中间，还未捌做过。当以色列人审思过错，上帝就甲因重新立约，搁要做奇妙的大事，就是甲以前的邪嫌放煞去，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行往迦南地。就亲像巴克的牧师每年点献新文签名共款，咱也必须经常甲上帝重新立约。通好，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继续做奇妙的代志。对上帝甲以色列重新立约这件代志来看，拄提醒咱应当时常审思家己的过犯，恳求上帝赦免临到。基督徒无需要每年重新受洗礼，却通用重新立约的角度来看家己甲上帝的关系。愿上帝伫咱的工作、生活、信仰服侍的中间，甲咱同在，引带咱行向伊要互咱的应允之地。默想，马丁路德捌讲：大胆犯罪啦！这句话毋是咧鼓励人犯罪，是咧提醒人甲所犯的罪带到上帝面前，求伊的赦免临到。马丁路德捌讲：大胆犯罪啦！这句话毋是咧鼓励人犯罪，是咧提醒人甲所犯的罪带到上帝面前，求伊的赦免临到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你是有丰富慈爱和信实的主，你深知我的软弱，求你扶持我伫无知犯罪的时，会当悔改反省，来到你面前重新立约，互我得到你的赦免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